到的哎，应该是我先玩才对。还有你们两个又在吵什么啦？彤彤姐姐，小蜜她在跟我抢茶叶玩具啦。哎呦，你看看，这里有吃行茶，还有欧多拜，为什么一定要抢同一辆呢？啊，彤彤姐姐，你说这是什么啊？我说呀嘿一腿吃行茶，这是一辆自行车。哦，那这个呢？哦，这是一辆欧多拜机车。你看这个好小台哦，这辆汽车玩具比较大了，我想玩这个了。哎呦，你们两个要分享玩具啊，要分享才是有礼貌的小朋友哦。而且啊，有礼貌的小朋友，等一下可以获得彤彤姐姐亲手做的点心哦。点心？小蜜，这个先给你玩吧。不，猫猫，你拿到的应该你先玩才对啦。没关系啦，你先玩啦。吃行茶，自行车。吃行茶，自行车。欧多拜，机车。欧多拜，机车。彤彤姐姐，你喜欢自行车还是机车呢？我喜欢吃行茶。哦，那你可以载我从台北到高雄吗？不行。茶汽车，茶汽车。彤彤姐姐，你昨天是怎么到游乐园的啊？哦，是牛奶哥哥开茶载我去的啊。茶欧多拜，吃行茶，小朋友记住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张磊了。